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是指导，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3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上午举行第10任校长交接典礼。新任校长李平湖教授是护理专业背景出身，教学以及研究的成果出色，不止影响全球前2拍顶尖科学家研究，更加是华裔创校57档来第1位女性校长。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第10任校长交接典礼，31日上午伫民生科技大楼国际会议厅来举行。伫中华医大董事长陈志文的干稿之下，下任校长孙一鸣将应信交接予新任校长李品湖，象征校务发展的成团甲责任的交付。应信交接，请交接。卸任的孙一鸣校长，他在任内对中华医大的付出和贡献，在孙校长的带领下，学校在各个专业领域均有卓越的成绩，尤其是国际交流和大学社会责任的实践方面获得良好的声誉。新任校长李碧娥教授来自高雄医学大学，是护理专业背景出身，具备了丰富的行政经验与专业素养，更获得美国史丹福大学评选为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我们以欣喜和期盼的心情，欢迎你加入我们中华医大的团队。面对少子化冲击，新任校长李品湖以稳定招生、精准招生、
长远招生、永续经营为治校理念，并强化教职员沟通，甲提升竞争力，发展符合社会需求的办学特色，掌握时代脉动，将 AI 科技融入去课程当中。在这个高龄化跟少子化，我想医事大学是国家很重要的资产。那未来我们希望在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过去57年的优良基础下，我们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加强我们的教学品质；第二个，我们会把 AI， 特别是生活 AI 融入课程，让我们每一位进到华裔的学生都可以学习到怎么使用 AI， 然后减少劳动力。那未来因为高龄化的关系，我们会在护理跟长照做一些琢磨，因为现在很缺人力，所以我们预计除了一般高中生、国中生，我们会做终身学习的学制，譬如说学士后护理系，还有未来的第三人生大学，我们会希望大台南还有高雄嘉义有一些人可以进来从事这个念这个照护的科系，未来有机会从事这个照护的工作，甚至于不从事照护工作也可以把家人照顾好，因为一位照护人员如果可以把家人5、6个人照顾好，他们身体很健康，我们就可以减少就医，就减少到医院去。我想这对国家社会是很重要的。李聘宏校长表示，配合国家健康照护政策，甲超高龄社会来临，掌握优势，回归医护领域，测量华裔护理、医师甲健康科技人才培育的招牌，希望透过整合科学特色甲创新，朝向永续发展目标来迈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了向台南各大工会甲企业来介绍今年由新兴奖的朋友所制作的中秋礼盒，社会局特别用举办参会方式来联合促销，吸引70外的团体踊跃参与，用上界实际订单来支持新奖朋友，场面温馨感人。来自单市11间新兴障碍单位甲庇护工厂，呈现因迎接中秋所做的应景月饼、点心等贺礼甲产品。当然，这嘛是因的机构筹募经费一个真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单市社会局为了推荐予各大企业、工会，拢会当将原本要采买预算来优先选买。30号首次用参会形式来联合促销，用实际行动来号召、来消停新众朋友场面热热。3、2、1，这个日间作业设施伊做出来这个食品。拢有经过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流程，所以对咱的民众来讲，唔那是好食，还有安全，咱阁会当来帮助咱的弱势团体，所以就是讲咱的中秋礼盒的部分来当来采购咱弱势团体的这个作品甲伊的食品这个礼盒，咱就会当做双重爱心。其中，今年7月以所罗门紫月光重新出道的女团嘛，到场能够响应，带动气氛。另外，珊珊读册会会长陈以贤嘛，率先订购33万的商品，并且搁再转送给洪灾受灾户，希望尽一份心力。刚好有11个单位，那我就捐33万，33万刚好每一个机构3万块。这样大家都平均让大家都能够有一点小帮助那33刚好是33读书会的33啦，对。然后这一次的所有的认捐的所有的礼盒我希望社会局就是我会交给社会局，那社会局由社会局来送到灾区去帮助灾区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在这次的中秋节也能够有一点点的小确幸。社局表示，今年精选新兴障碍朋友所亲手制作的中秋礼品要来推荐。虽然拄到灾后辛苦的中间期，不过真侪企业有缘出钱出力带动买起，嘛为活动加添温暖加感动。风灾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在地的厂商还有国际的厂商都不断的支持我们，所以我也会担心，其实在今天这个活动之前，会不会买气会受到影响？因为厂商们已经在别的方面做了很多部分的支持，但是很棒的是，没有他们在心里头还是惦记着这非常软的这一块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买气还不错。
台湾人本来的高礼数，看了这群身心障碍朋友发挥家己的力量所做的礼品，不只是好礼，更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新推出台湾好行168好比老街线，将于8月1号正式登场。每一天有14班车，将串联新市火车站、新华老街、甲南168线各大景点，提供游客串联代替甲观光公车的新华旅游。新华山区一直有台南后花园的称号，尤其南168线观光的景点多。对新华老街、新华果菜市场、虎头埤的风景区，到新华林场、大坑休闲农场等，为了串联南168旅游的景点，甲着各地美食，市府观光旅游局新推出的台湾好行168虎头埤老街的线路，将于8月1号正式来开行。好行168观光公车的推出主要是我们168观光的这个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也非常适合的这个公车的慢旅游。我们的景点有包含这个新化的老街，我们的这个台湾第一水库，还有我们现在所在地的这个新化的新果菜市场，还有我们这个大坑农场。那邻近的产业也非常的丰富像我们后面这个王家熏羊肉啊，我们这个蜜蜂啊，还有我们一些竹笋，还有这个鸡的这个料理都非常的有名那我想我们搭乘这个台湾好行168的观光公车路线除了可以漫游之外，也可以无价各无量。那在这里欢迎全国的好朋友来168台湾好行观光公车的搭乘。该路线对新市火车站到新化大坑休闲农场，全长16.3公里，行驶的时间大约40分钟，每天固定行驶14个班次。上午的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市府副秘书长殷思思、议员李伟智、甲着余主清，以及座位的立委、议员服务处的代表、观光旅游工协会等贵宾出席。徛伫个地方的产业，拢表示相当的肯定。甚至有议员希望未来会用个延伸到做定。台湾好行它不只能够带动说，从我们市区做到我们的新化老街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大坑有名的竹笋，那也可以知道我们这边有得到米其林的我们的王家熏羊肉，那更可以来体验大自然。我们的大坑休闲农场这边有一些住宿，还有在地最接地气的我们一些食农的一些教育。那所以我希望在台湾好行，不只是我们从新市这个站开始，那它有增加班次那未来我也跟我们的署长讲说，是不是说能够延伸到我们的左镇区，能够让整个观光壮大，能够由台湾好行带动整个我们台湾的后花园，安家在一路行。我们台南是一个观光潜力发展无限的地方，也希望带动我们的住宿率，希望带动我们的观光，促进我们的地方的经济，也促进我们在地我们的小农以及我们在地的故事性文化的一个延伸。台湾好行168虎头埤老街的线路，不但串联代替家己观光的公车，互来台南旅游的游客会用个行出火车站，就用个坐上台湾好行的公车，直接到新化南168沿线的浅山景点。不但有真侪旅游景点，而且还有各地美食。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有茶饭王冠军之称的台南裕珍坊，拢会提供爱心大用餐，予需要帮助的人。日前有一位男子因为下半身瘫痪失业，甲太太转行卖冰，钱拢摕去付摆摊租金，所以向头家私信，希望替家己的3个囡仔求一顿温饱。结果头家予伊5份茶饭，佮吩咐伊大人囡仔拢爱顾好好。来看这段故事。炒饭专卖店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撑着辅具来取爱心代用餐。他是平常靠着行动冰淇淋车养家的三宝爸，暑假找不到地方摆摊，到处找适合的地点，一度问到这间裕珍坊老板身上，没想到摆摊地点没来得及帮上忙，反倒先帮了三宝爸一家填饱肚子。6月25日家己就要私讯，下午就要私讯，阿姨讲。敢有法度，互伊代用餐，只要小朋友的就好啊。伊讲因兜像咧两个啊3个小朋友爱食饭，我跟他说没关系，大人小孩都要顾，所以我就跟他说，
不然我无份给你啊。这名董姓三宝爸原本是电信外包商，5年前在孩子出生的前1个月，因为工作上的一场意外，不慎从2楼摔下，被医生宣告瘫痪，从此人生变了调。本来在成大他是说没有救啊，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一直想说怎么办，后来到高雄义大那边开刀，其实开完刀那时候要一直复健的，那时候心情都不是很好，也都会觉得想要干脆一了百了算了。好在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花了2年时间忍痛复健，才终于站了起来。期间找到工作又失业，求职不易的他决定放手一搏，跟亲友借了10几万元买设备，创业卖冰淇淋。我的冰淇淋全部都是用真材实料啊！我在学校那边，因为是学生，所以我都卖得很便宜。然后因为那时候在6月底，我们7、8月4级的费用都要先付，然后我就先把租金跟冰淇淋的原料都先缴出去。我转账完之后才发现说，我当天的现金大概不到100块。这次会索取代用餐，就是因为暑假来临，得撑过2个月。炒饭王决定伸出援手，将三宝爸的请求 po 上网。有网友看到贴文，主动联系请冰淇淋行动车到安亲班门口，让孩子们每人1球，开心放暑假。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一家5口度过暂时的难关。记者苏海棠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庆祝璞园领航员篮球队得到今年 PLG 联赛冠军，桃园市政府推出冠军冰淇淋智慧贩卖机。冰淇淋的口味特别选用桃园在地冠军的红茶，佮搭配在地蜂蜜、爆米香等等的配料。市长张善政、领航员球星神奇小白白耀成、佮啦啦队女神卢卡做伙徛台，欢迎大家来品尝冠军冰淇淋。点击荧幕选择淋酱跟配料，付款后就可以获得一杯美味的冠军冰淇淋。为了庆祝璞园领航员篮球队夺得今年 PLG 联赛冠军，桃园市府推出冠军冰淇淋智慧贩卖机。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携手领航员球星神奇小白白耀成以及领航员啦啦队女神卢卡站台，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冠军冰淇淋，为球队应援。为了庆祝我们前一阵子璞园领航员拿到我们职篮的总冠军，我们今天特别在市府川堂的智慧1号店端出我们的冠军冰淇淋。那这个是桃园的冠军红茶，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就是再来一罐，冠军的冠。趁这个机会庆祝我们的这个璞园领航员冠军，同时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享受到我们桃园最好的红茶冰淇淋。那么上面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配料，让我们的桃园朋友来洽公的时候可以顺便享受一下。冠军冰淇淋推出的口味是由桃园冠军茶农龟山益寿茶园栽种的高品质红茶所调制，另外还有在地出产的3种淋酱跟配料可以混搭，投下50元就可以透过智慧贩卖机 DIY 客制出个人专属的冠军冰淇淋。我们这次的冠军双麒麟哈，就是用我们桃园在地的桃印红茶哈，那台茶17号哈，那我们精心的茶农哦来制作的这个桃园最好的优良茶。那另外呢，搭配的有我们龟山区农会哈，我们来辅导的我们的蜂农哈所这个收集好最好的我们的蜂蜜哈，那也获得我们的这个全国评鉴哈头等的这个荣誉哈。那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些桃园优质的农特产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市府1楼的这个小广场呢让大家享受到吃在地享当季的我们桃园最好的农特产品。桃园市政府川堂的智慧1号店限时推出桃园独家冠军冰淇淋智慧贩卖机，号召市民以及球迷挺桃园。市府也在冰淇淋机旁边设置应援留言墙，希望来洽公的民众写下应援在地球队的祝福，一起吃冠军冰淇淋，应援桃园再夺冠。记者赖伟一同报道。
交通部观光署甲台铁以及日本的京畿电铁合作，将日本大受欢迎的彩绘列车 BBBB 台湾号原汁原味复刻到台湾。列车正式启航以后，会为树林一路到苏澳，希望借此带动东北界观光。火车缓缓驶入月台，车身还印有台湾字样的图案。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台铁跟日本京畿电铁合作，将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彩绘列车 BBBB 台湾号原汁原味复刻到台湾来，在4号正式起航。列车将会从树林一路到苏澳，可以透过列车一览东北角之美，希望借此带动旅客体验东北角观光商圈跟人文风光。这次的亮点就是因为 BBB 台湾号在日本非常的风行，然后日本人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个火车列车的部分，所以那我们署长许了一个愿，希望能够在台湾这边也可以有这个轨道在台湾做运行，所以这个是原汁原味从日本的那个京畿列车的部分，把台湾的元素茶叶、凤梨跟兰花，把它整个彩绘到我们的列车上。那这条列车目前会行驶从树林火车站一直到苏澳，所以它是整个涵挂整个大东北角的区域。那借此我们也来行销我们东北角的观光发展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本来是预计到9月30号，那今天署长跟董事长他们有一个默契，觉得这样太可惜了，所以董事长也承诺说，我们就是延长到6个月。BBBB 台湾号在列车展示了茶叶、兰花跟凤梨等台湾代表性物产，凸显台湾是水果王国、兰花王国。彩绘的台湾元素布满在车体外观、车厢内部吊牌跟车门两侧及窗户上方等处。列车将会在东北角通行，观光署长也细数东北角的风景区景点。那东北角应该也算是我很常最会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骑脚踏车啦、草岭古道啦、酒饭啦。然后我在同仁推给我的部分，还有我们可以去那个金那个掏金，对不对？这些还有可以吃矿工便当，这都是这条旅程上面可以经历的，是吧？对不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旅程。那我觉得昨天呢，我在跟日本的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呢，是台日火车的台日铁道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项目呢，在日本的东京都京阪的路线上面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广告，所以透过这次的一个合作呢，日本也会认识台湾的铁道文化。3、2、1，请摇铃。BBBB 台湾号首航，吸引不少铁道迷搭乘跟拍照留念。风管处表示，配合 BBBB 台湾号开行，东北角观光圈也有精彩活动，包含8番坑茶坊带领9份小旅行，体验淘金沙，享用在地的矿工便当，亲手制作芋圆，深度探访9份等在地故事，还有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东北角自行车游程，欢迎民众一起来搭乘别具特色的彩绘列车畅游东北角。这有赖伟一新闻报道。热天一到，家人的和平岛第7公园就进入观光的旺季。现主时特别推出期间限定的导座会游程，带领游客在暗时拜访钓竿台，透早到阿拉堡湾观赏日出。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紧报名。和平岛公园表示，夏季最受欢迎的导座会行程开始推动中。这个活动让民众可以深度体验基隆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魅力，日夜各有特色，具有国际级水准，绝对是夏日基隆的 VIP 必游行程。好，导座会的话，它是一个24小时不断电的一个行程。那是在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呢，非常非常特别好玩，而且又有趣的一个活动。原因是因为它从日出到黑夜，所以你可以在小岛里面呢，欣赏到日出的美景之外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晚上的风景跟星星，然后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它这个24小时的行程里面呢，它除了有岩石地景导览之外呢，然后还会带着大家呢前进潮间带，然后看海洋生物。完了之后呢，我们还结合在地的美食，有我们基隆的在地团队，然后所规划的一个
非常好吃跟美味的一个晚餐的一个飨宴。然后飨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欣赏我们岛咒会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丽的风景。然后到隔天早上呢，我们就会出发一起前往看那个世界秘境阿拉堡湾，然后看日出。然后在日出的同时呢，我们也会一起弯下腰，然后做净滩的这个动作。所以除了环境教育里面有包含在里面之外呢，有非常的多可以让你们享用和平岛的风景，然后到吃的住的，我们全部呢都包含在里面。然后是我们夏季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活动还导入环保永续的观念，让游客收获满满，身心灵都会有一种抒压的感受。整个游程的当中呢，可以知道说我们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平常就可以身体力行的。除了结合在地的美食之外呢，就是支持我们在地的一些美食的团队。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的餐点跟我们整日的规划呢，都是尽量就是没有使用那个一次性的塑胶的，所以是对我们的日常的环保跟理念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早上日出4点的时候就叫他起床，我们就一起前进我们的世界秘境阿拉堡湾。除了看世界秘境美丽的日出之外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呢，就是做净滩的动作，让大家就身体力行，了解就是永续跟环保这件事情。和平岛地质公园表示，这个24小时不断电的岛咒会一日岛民体验活动，相当适合喜欢亲近海洋的亲子家庭或是社团好友一起来报名，体验基隆的山海魅力，深度看见不一样的基隆和平岛公园。记者黄瑞生、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沿海路顶的货柜车专用道已经伫7月17号正式通车，不过开通至今也传出负面的声音。新港处表示，未来交通局将会建设智慧号志系统，解决民众停等的疑虑。至于标示的部分，将会伫地面标明专用道的字样，使用上也会加强宣导。由于国道7号迟迟未动工，为疏解货柜码头持续增加的物流量能，高雄市政府特别在沿海路规划货柜车专用道，并于7月17日完成通车，但却有民众表示支线汇入沿海路的号志等待时间过长及标示不清，导致塞车等问题。我们在7月17号开通之后，因为这个路型是现在那个新的路型，所以用路人还在熟悉当中。那交通新工处也会配合交通局来做第一线的那个用路人的这个使用的回馈之后，再来机动的调整我们的标志标线，还有我们的那个号志的部分。专用道全长1660公尺，并划设于最内线车道。目前货柜车专用道使用上仍旧有许多问题，实际到现场就发现有一般车辆驶入专用道行驶，而头顶告示牌则有部分被遮盖。所以我觉得政府在面对高雄市有这么多的各型各样的这个用路不同的车辆的这个种类还有各种这个路型的样态之后，似乎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这个处理方法。老是就是说，当发现问题，然后再解决一个；发现问题再解决一个。所以我觉得一刚开始使用的时候，这些问题还是都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施工当然已经完成了，如果真的需要改、需要预算，我们再来编。那我们现在针对问题的点、问题的交通设施、问题的灯号、问题的路口这个预肇式的路段等等，我们再来统一的来检讨。我们希望交通局尽速的接手。目前高雄市府也强调，后续将与第一线使用业者进行讨论优化，并于后续加装智慧号志系统，标示部分也会于地面做出相关专用道字样，为后续疏导车潮做出最大努力。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